家好，我係向前嘅，歡迎準時收看呢個禮拜 Focus on iNews， 聚焦國際，用客觀觀點看世界。節目一開始先簡單為你整理一下世界各國記者下主要嘅期刊啦雜誌有哪啲封面故事。Cover this week 提醒我哋看到的是美國的 Time Magazine 11台雜誌嘅禮拜封面上呢 ，Russia wants to undermine faith in the U.S. election, don't fall for it。俄羅斯想要對美國提升的信仰。希望記者做得堅持下去。咁樣是美國看到 Newsweek 新聞週刊 Hers to Lose。Here is why Hillary Clinton should win and may not。佢可能會輸得太險，而詳細解釋做乜希拉里人當外長唔實有可能會輸。準備講到係嚟英國咧看到 Economist 經濟行業雜誌 Why they are wrong, a special report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做乜記者冇錯咧反全球化貼貼報道。國際焦點正係關心敘利亞北部台上阿勒頗反恐軍所控制區域的兩件之戰，28日是受到敘利亞政府啦俄羅斯的控制，炸死7個平民。呢戰已經完全無法度運作，聯合國的秘書長批評聯邦控制，讓阿勒頗變得比屠宰場還難的影響。高中方式譴責反同控制的人停止接受上帝的審判。美國已經表示，俄羅斯唔停止控制。為終止敘利亞問題嘅所有對話。到阿勒頗兩件之戰，當天28條造線時點受到控制了後，之戰俄國嘅結構已經完全變形了。提供之戰內部發現到用氣嘅大型治療設備也冇睇了。之戰呢下是傳到發現幾個天裡，其他治療設備已經無法土用。國際人權團體無國界醫生組織 MSF 老世衛組織 WHO 都講，兩件之戰基本上已經無法度運作了。國際風濕師會主席28呼籲安理會信任，提出國家去執行國際人道法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罕卡批評，控制之戰已經顯現了戰爭區，阿勒頗兩下經濟非常慘。Imagine the destruction. People with their limbs blown off, children in a terrible pain with no relief, infected, suffering, dying, with nowhere to go and no end in sight. Imagine a slaughterhouse. This is worse. Even a slaughterhouse is more humane.就算潘基文冇講係哪個國家，唔過當度嘅控制阿勒頗嘅單槍敘利亞政府還有俄羅斯，高中諷刺28到新北道6工廠也特別講，執行控制嘅人把每都會面臨上帝嘅審判。唔過俄羅斯係反擊，用嘅敘利亞平民受傷死亡都會傳到敘利亞政府讓俄羅斯嘅信號。Уже стало своего рода традицией, что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ударов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объектам в Сирии без какого-либо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просто по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обвиняются Дамаск или Россия. 美國老俄羅斯嘅敘利亞停火協議到上禮拜失敗了後，阿勒頗ក៏受到攻擊，但像上禮拜就有253人被人炸死，另下25,000人受困。唔但像救援物資冇辦法送入去，當然還會受到空襲嘅威脅。美國國務卿奎瑞28大天發布俄羅斯嘅外交部長，要求嚴批停止控制阿勒頗，希望為停止到敘利亞問題上所有嘅外交合作。俄羅斯方面講已經準備好維繫日內瓦，讓美國針對解決阿勒頗危機展開對話。下個新聞綜合報道。美國共和黨罷免參眾兩黨28分別就壓倒性票數推翻民主黨嘅奧巴馬總統嘅否決。韓國糾正咗恐怖攻擊受害者嘅家屬，就係個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主張恐怖主義法案。喺奧巴馬總統扮演任期，頭一擺拄到國會推翻否決。北京講呢係一隻錯誤，可能會重創美國และ沙烏地阿拉伯嘅緊密反恐呢啲民主嘅關係，就可能引起其他國家對美軍對海外任務嘅提高。美國參議院用97比1票，眾議院用348比77票通過為司法制裁恐怖主義支持者法案 JASTA， 按呢叫以恐怖攻擊和財業人團加速，使得對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實際也在按呢嘅情形提高。Now I can go home and tell my children, good
wins over evil, good wins over bad, and that the fight was. If the Saudi government had no involvement in 9/11, it has nothing to fear. But if it was culpable, it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由于恐怖攻击的19位劫机者有15个人係沙烏地阿拉伯公民，嗰度受害者家庭認為駐美國際組織後背由沙國提聽數，繼續希望透過官司處罰支持恐怖主義嘅美國政府。JASTA 今年先前已經喺國會兩院通過，上禮拜本奧巴馬總統否決，現正以破壞主權反面原則，損害美國同沙國嘅盟邦關係，又或是指導美國海外軍事任務本人個危害國家利益。唔過睇現今日參眾兩院韓國參議嘅係全面嘅監數，兩黨國限定嘅團結一致，送係第一嘅否決。北京發言人安妮斯提表示，嗰度通過法案嘅議員根本唔清楚法案內容係真實性投票。I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and it's an example of why sometimes you have to do what's hard. 奧巴馬上任8年來，總共通用12否決權，將100本國會反核係下任前嘅100損害。沙烏地阿拉伯雖然事態前有說，但係無法度主動 JASTA 通過，接下來可能會用人數項廿嘅保養數嘅籌碼，包括美國同緬甸資產，供大官方接觸，說服部分合作理事會嘅盟友，減少對美國投資，韓國反恐合作，韓國限制美國使用空軍機批壓頭。因此沙烏地阿拉伯嚟飛師對緬甸嘅需求有供應㗎。再加因為接下來市場會係一團觀望期。下個新聞綜合報道。不過美國嘅政治焦點，民主共和兩黨嘅總統候選人頭一場電視辯論，希拉里了川普對電板中嘅過程火力施殺，對非洲嘅天氣主播火鐵嘅主持下，現在開打以來所有嘅重大議題都被搬上台面，變作雙方攻防嘅焦點。希拉里全場當作辭行共和黨辭任。電到川普多到敏感嘅話題，講話上變態，也有啲嘅壓倒。總統大選第一場嘅電視辯論主持人 NBC 安布提嘅新聞主播何鐵，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經濟，希拉里同川普兩個人都主張要重塑收入韓國家庭，唔過看法實際冇相同。川普主張要同收入減稅，希拉里要求要同有錢人加稅，到照顧中產階級。今年也兩個總統候選人喺選民嘅情感度，以及青島青冇嘅看法。英國嘅媒體就拿講，也從改變先前輕鬆又輕管權嘅辯論會，川普要證明佢有腦，同時希拉里要證明佢有心，喺討論收入機會、見面衝突、國家安全、韓國外交一條議題，川普表現呢還算正常。唔過喺種一講到佢嘅公認嘅所得稅，佢嘅放棄韓國生意能變到前態。I will release my tax returns against my lawyer's wishes. When she releases her 33,000 emails that have been deleted. As soon as she releases them, I will release my tax returns, and that's against my lawyers. They say don't do it. 川普喺前26分鐘打斷嘅希拉里2勝5敗。川普喺辯論嘅過程當中強調其他脾氣比希拉里好。70歲嘅川普甚至還講68歲嘅希拉里冇體力做好國家領導人。She doesn't have the look. She doesn't have the stamina. As soon as he travels to 112 countries and negotiates a peace deal, a ceasefire, a release of dissidents, an opening of new opportunities in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or even spends 11 hours testifying in front of a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he can talk to me about stamina. Let me tell you. Hillary has experience, but it's bad experience. 對於辯論會過去嘅民調來看，希拉里嘅支持率係48%，川普係46%，還喺2個百分點之內。不過喺種國民嘅表現過好，CNN嘅民調來看，希拉里用62%，太陽川普嘅27%。客家新聞綜合報道。今天來到亞洲，2月到越南訪問嘅菲律賓總統杜特地28個講出電影講嘅話，佢講今年10月舉行嘅美國啦菲律賓聯合軍事演習係最尾一擺咧。對之前佢嘅暗示準備了美國分開，而向外交天平南一邊嘅中國還有俄羅斯行強下。You are scheduled to hold war games again, which China does not want. I would serve notice to you now that this will be the last military exercise. Jointly, Philippines, US, the last one.
土铁铁头对越南嘅菲律宾侨胞讲，应该是对美国菲律宾关系过一摆有当真好嘅讲法。佢讲，什么处事到什么就要记行嘅美国菲律宾两次战略语言系切门一摆。佢讲，因为两国唔可言台签署嘅协定，佢会维持啲下嘅军事同盟关系，不过绝对唔会同美国拖南海联合巡逻。对南海主权争议，佢强调菲律宾已經有國際仲裁法庭嘅支持，冇乜嘅好講解，又強調同中國嘅爭端當多攏係虛假嘅、想嘅。Our conflict with China is not really, it's more of an imaginary thing. We cannot go to war just because there is that award. 菲律賓本來係美國同亞太堅挺嘅盟友，土鐵鐵上台了後，偏向中國嘅立場，伴美國菲律賓關係出現變化。會下有人為強硬嘅政策，所托伴西方國家批評侵犯人權。土鐵鐵佢一把用當處罰法反擊美國，無結構政策，還要求美軍貼中破除撤離。土鐵鐵過去也佢一把強調將推行獨立嘅外交政策，同美國先唔願意對到嘅對手中國、俄羅斯建立開放式聯盟關係。中國也正面回應，歡迎土鐵鐵來訪問。兩個月初，東協會議上，土鐵鐵同俄羅斯總理梅維德夫會談嘅時，甚至用西方式說法表示，同美國關係可能愛跨過盧比強河，意思係講踏上分開嘅不歸路，希望同中國還有俄羅斯簽訂長期嘅貿易協定，還願意伴兩國做土地120年嘅優惠。面對連續無停嘅土式瘋狂講法，菲律賓軍方同美國國務院只是在繼續出事活，講兩國同盟關係問題。客家新聞綜合報道。馬來西亞航空 MH17 嘅飛機2014年本軍用嘅飛彈打下來，造成298個人死亡。經過2年lang嘅調查，案件就重大突破。荷蘭兩台跨國刑事調查小組28開記者會指控，肇事嘅飛彈可是來自俄羅斯。荷蘭大量嘅跨國刑事調查小組28開記者會指控馬航 MH17 飛機係被俄羅斯做嘅飛彈打落來嘅，飛彈發射內容未送轉俄羅斯。Op basis van het strafrechtelijk onderzoek kan worden geconcludeerd dat vlucht MH17 op 17 juli 2014 is neergeschoten door een raket uit de 9M-38 serie, afgevuurd door een Buck Taylor. MH17 飛機2014年7月17日對荷蘭杯馬來西亞半路航出事情，同烏克蘭中落來，總共298個人造下死亡，其中196個人係荷蘭籍。之後，俄羅斯嘅阿伯講，飛行機係烏克蘭政府軍機打落來嘅，不過調查小組對天發記錄相片樣片有證據，推測發射嘅素材應該係俄國支持嘅烏克蘭反空軍掌控嘅。Є всі тверді докази того, хто скоїв цей страшний злочин і хто несе повну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俄國外交部回應，荷蘭將阿伯嘅證據由烏克蘭提供，有顯明嘅軍事統計，同時堅持俄國將係唯一有正確自信嘅國家。Россия разочарована тем, что ситуация вокруг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атастрофы Боинга не меняется. Выводы голландской прокуратур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т то, что следствие предвзят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мотивировано. 聯合國全面表示，事情發生嘅原因真相係帶來司法正義嘅關鍵。調查小組指出，已經有100個人涉案，但是真相唔清楚，還無法度正式起訴嫌犯。也公布嘅進行報告係全批來做刑事控告。客家新聞綜合報道。世界衛生組織警告，全球有90%人生活在空氣污染嘅環境當中。公司來看詳細報道。跟大家轉到節目現場，下那段外電消息先嚟關心，世界衛生組織26警告，全球有90%人生活嘅空氣品質唔合乎聯合國機構嘅建議，造成當年差不多有650萬人因為空氣污染死亡。中國嘅北京市空氣環境嘅蒙蒙，情況有成非常嚴。河北省唐山市工廠兼排放站附近嘅產業道路環境嘅就蒙蒙。世界衛生組織 WHO 調查，全球有90%人口都對空氣污染嘅環境當中。Only 1 every 10
citizens, they live in areas that are compiling with the WHO recommendations for air quality. WHO 收集全球3000家都市的资料，调查全球空气污染指数，发现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不造成病人嘅心脏疾病嘅癌症。2012年，按照300万人因為無我部污染死亡，個國家無毒嘅污染，按上當年為咗650萬人因為咁死亡，呼籲各國填出採取行動減少污染。In Europe, in North America, there have been a major effort in cleaning the air,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measures that can be taken. But where people is suffering is particularly in Asia,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and sub-Saharan countries. WHO 並冇公布空氣污染死亡人數最多嘅國家，不過印度大地方觀察 PM2.5 米粒達到153米克，超過安全標準6米克，顯示印度係持續對開發碳礦。相關數據顯示，印度空氣污染嘅死亡率會超過中國。亞洲部分國家了解應對空氣污染採取日誌嘅政策，像中國計劃到2020年為止減少5億噸嘅石炭產量，降低發電廠流上嘅空氣污染排放。南韓係推動環保車，配置6年海下產業嘅充電站，同時用減少二氧化碳嘅公車代替離海公車，希望透過3年讓二氧化碳嘅減少排放，來降低因為空氣污染不平還有死亡嘅因素。係個新聞綜合報道。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 28對2020年開會提出了原則性嘅共識，同時當年嘅產量會比離海減少70萬桶。這消息一公布，國際油價是抬起的為6%。OPEC 對4月份的卡塔會議破局之後，2禮拜對2020年嘅協商總算提出原則性共識，將全體會展離海當年3300萬桶嘅研究產量減少變作3650萬桶電額。這消息一公布，英國嘅北海布蘭廷研究，還有美國嘅西德州強研究。佢嘅報圖分別達到了5.9%，還有5.3%。The challenge, of course, is that so many investors have banked on the idea that these are fairly historically low oil prices and a kind of mean reversion trend heading back to $65, $70. 投資人嘅樂觀其實並沒冇理由，因為除了 OPEC 總算表出而減產嘅消息，美國就連連4個禮拜宣布戰略嘅出油量下跌。不過路透社報道指出 ，OPEC 內部其實共識嘅基礎並唔高。I think there are too many conflicting interests here. What scuppered the deal earlier in the year was the lack of agreement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that key Middle East axis. 路透社報道指出，伊朗多麼簡單行出經濟制裁，當然不說服接受減產。韓國話將離海仍然360萬桶嘅產量，增加變作400萬桶。那對11年韓日拜 OPEC 會議之前，各國嘅產量排名樣板上，除了說服 OPEC 認為產油國家接受協調分配產量冇都很有問題。下個新聞綜合報道。由法國還有中國聯手投資，加起超過7300億台幣，為英國企業興建離港核電廠，經過當道風波。29總算對倫敦簽約，英國嘅唔少上每日商業者，現但用國家安全做理由，對核電廠嘅興建係限停，不過加連難為條件之後批准，興建離港核電廠為創造英國267家超入嘅機會，按上4年2025年投入進展。英國新建離港核電廠嘅動用儀式29喺倫敦舉行，然後總經費由180億英鎊升起來有7300億新台幣核電廠案。法國天然集團 EDF 出嚟120億英鎊，中國公開集團 CGN 出嚟60億，卡提33.5%嘅股份，呢啲條件啲歐洲起核電廠嘅種子傾向。自從一項核電廠計劃是做唔起來，一下又開始做嘅。法國外交部長認為英國新政府做嘅正確決定。This wa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ake this decision, to decide to take this project.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moment. Thank you. 新建離港核電廠喺英格蘭西南片嘅沙漠西地區，本觀眾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拜訪英國家下前首相卡馬龍送出嘅大禮，不過還係繼續受到環保團體嘅抗議。新建離港核電廠本單今年前年嘅外黨約，不過就喺黨約前幾點鐘，
某某访问嘅公司正从一名50项模以公十起国家安全按下多时间思考做理由签署停贴。也期间北京府英国唔好拖到核电厂嘅案例，希望未来10年中国想要啲英国投资1000亿英镑就会冇停。啲附加英国政府对股权有下多关意见一条条件过后，美政府总算啲9年15比高嘅。Madame May avait pris ses fonctions, donc un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et un nouveau gouvernement avaient parfaitement le droit d'examiner le contenu du dossier, mais au vu de tout ce qu'il contient, le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 a été convaincu que c'était un bon projet pour la Grande-Bretagne. 新設呢個核電廠案例，按上早啲同英國創造26000嘅超額機會，按上2025年嘅完工提供7%嘅發電量。不過為咗中國對一啲天廠嘅投資，英國天才認準中國啲外勢其實權嘅布萊嘅名義，自家起廠核電廠，後續喺度繼續建設本中國企業核電，也可能就係模擬青少年嘅問題。下個新聞張報道。講到中國，全球最大單口球面填補潛力嘅。對貴州完工期中，500公尺球建嘅超大盤呢，解決從30隻腳球場案發，就喺談到137隻公園之外填詞信號。那一組太空總署按上計劃對熱球項打造3D 列陣嘅熱球村基地，準備未來科學研究太空宇宙，甚至登陸火星嘅用途。歐洲太空總署新署長韋爾納今年3月提出同熱球項打造向國際太空站嘅永久太空基地計劃。今年16同墨西哥舉行嘅國際天文台會項，呼籲各國支持個建議。韋爾納講，下次派向登陸火星，達到各種嘅太空計劃，甚至太空宇宙採礦，就話是用熱球村來做基礎。To go to Mars means also to use the resources over there, and this can be also tested on Moon. So it's 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hich is something like a stepping stone. 歐洲太空總署計劃是安排熱球車登陸熱球表面，同熱球南極巡航嘅隕石坑搭入嚟充氣帳篷，各種3D 列陣技術，用熱球項嘅內來進出佢嘅機體，按照2030年完工。熱球南極隕石體系是在60年變做氫氣同氧氣5年來生發。韋爾納呼籲中國、俄羅斯、美國、日本進土嚟到泰國，派出專上嘅機械人，也係科學家來參加，安尼完成呢個夢想，未做前途嘅太空探索。同中國貴州平塘縣3度嘅熱帶啦，500米球杆嘅球面填補潛力鏡 FAST， 之前到次每日地反射板正式完工，愛做測試，貼嘅面積有30個腳球場安泰。用4450地嘅三角形面板組成，是同目向寬國土接收到嘅日出無線填補，反射去中心關鍵嘅是在調控嘅接收機，天文學家統計用來聽日出嘅各種信號。專家講 ，FAST 係同中國嘅太空探索能力對熱球軌道控電到太陽內嘅巡航，下次係可能發現新嘅天體，係有可能潛到外星嘅生命。到咗之前，全球生態嘅同類型潛力鏡係美國波多黎各嘅阿雷斯沃潛力鏡，球杆302公尺 ，FAST 其中了後裡面土會係價嘅2倍。美國太空總署嘅哈勃太空潛力鏡未有發現，佢同目前天然衛星歐羅巴南極觀測到羽毛型嘅水汽對冰層下噴出來，超過有200公里。研究人員日7日來相信歐羅巴冰層下部有海洋，聯繫產生生命嘅充足條件。觀測到小氣噴層顯示人有機會唔是登陸去鑽探冰層嘅情形下，就得到歐羅巴海水嘅研究根本。香港新聞綜合報道。日料焦點的小解，美國法醫機構總經理團隊用4年3000升級技術，填出一對肉彈的公婆，強下一個是來往啊，兩個是來往啊，兩已經5張嘢的，而相當有熱愛之外，用難一個5型見證者嘅 DNA， 因為美國唔係準兩種技術，所以手術係對冇禁止兩種技術嘅墨西哥進行嘅。方面紅錘發現熱性中箭，讓全世界挑戰介入3個熱愛基進嘅歐亞哥，佢嘅阿美沙班係基進嘅鹹濕片，類水準嘅片熱，無法突用空氣嘅歐亞哥，先前沙班已經勞退失敗，2屆西歐哥冇協態，最尾佢老所有嘅希望用地中間界，中間利用空氣引擎建解粒線體，老沙班粒線體嘅缺陷基進問題，嗰種研究數據做出5個配對，最尾產這個成果，甚至歐亞哥體內產出2%嘅基進。
系对建设嘅人理解，所以宣告提出肤色、性格、韩国头脑，还係會看社會嘅種草。因為美國冇係專業行相關嘅技術，所以數據係點冇兼具兩項技術嘅未試過作為。3次生殖技術亦處受到動態嘅爭議，機制嘅仍然會為大半全世界夾百萬速度罕見會穿切平嘅社會希望，不過反對嘅仍然會按樣做違反倫理道德。0.054% of the genome, and there are only 37 genes to give energy to the cell. Once you cross that line, then it's very hard to stop. Going down the slippery slope to designer babies. 兩項政府係挑戰嘅通知3千人工受驗嘅國家，只有3間人本應尊重兩項技術嘅行業，不過道記冇成功案例，係種綜合圖。哥倫比亞政府證實了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簽下和平協議，結束長達52年的內戰。宣告兩項協議係加兩年共和者將先通過，外界預期天初會通過，會為拉丁美洲的和平寫下新年之章。新年之下，兩隻正好。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持續收聽提交國際，呢個禮拜節目後，同樣咧加入關心嘅係隻國際上重要嘅和平進展，係哥倫比亞政府軍和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達成嘅協議，就正式簽署，加兩日佢哋所進行公投，外界按說公投通過嘅機會非常嘅大。有啲出嚟問題，今日節目地都為大家繞強度係主力課題拉美族嘅研究人，為大家紹介係楊建平楊教授，楊教授您好。是，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謝謝楊教授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必須要很不好意思，就跟老師講，老師可能長時間待在拉美，對拉美非常的熟悉。可是，一般國內的觀眾，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對於拉美，不要說哥倫比亞，整個拉丁美洲、南美洲，我們都是很陌生的。那以往在台灣，我們在談到哥倫比亞，可能是來自電影、來自媒體的一些二手傳播，所以常常會有一些刻板印象，而且是負面的印象。比方說，它可能是一個比較貧窮的國家，或者是比較有幫派充斥，那會有一些毒品的問題。所以實際上，以老師實際有接觸過的經驗，究竟哥倫比亞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能不能先請楊教授幫我們介紹一下？我們首先知道哥倫比亞在哪裡呢？我們可以知道，就是我們6月份，今年6月份，我們蔡總統去訪問巴拿馬，就在巴拿馬的南邊，就是這個國家。是哥倫比亞，它是拉丁美洲第3大經濟體，它面積是拉丁美洲第5位，人口是拉丁美洲第3位，僅次於巴西跟墨西哥。那經濟體第3大經濟體，國民生產毛額也僅次於巴西跟墨西哥，礦產非常豐富，有石油。有這個綠寶石，就我們所謂的祖母綠，鮮花、咖啡都非常好，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但因為在上一世紀1940年到1950年代，它的內部的自由黨跟民主跟那個保守黨的衝突，造成了一個對立。後來衍生出成立了武裝游擊隊，就等於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游擊隊，造成了它裡面的內戰很大的傷亡。後來冷戰結束後，他失去了對這個就是在蘇聯等對他們支持，所以他又跟毒梟掛鈎，掛鈎以後就來籌措他的所需要的經費，所以又變成被這個聯合國啦或美國、歐盟都列為恐怖組織，所以說造成他這個很大的這個傷亡啊。因此我們在所有的這個媒體上面看來都是哥倫比亞大毒梟啦，又是內戰的新聞，都是負面的新聞。其實它這個國家是非常美麗的國家，有地大物博，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OK， 那其實我們也整理了一張圖表，這一次這個和談呢，有2個主角，一個當然就是哥倫比亞政府，那另一方就是剛才老師約略有提到的這個組織，它的全名叫做哥倫比亞的革命武裝力量，或是 FARC 是它的簡稱呢。就是它是在1964年的時候，變成是一個哥倫比亞的這個共產黨武裝的分支。那到了21世紀初，2002年的時候，它已經有2萬個戰鬥人員。然後很驚人的是，
2万名，其实相较于哥伦比亚，刚才我们看到地图上讲到，它有将近快5000万人，可是他们竟然2万人就控制了1/3以上的国土。然后到了这个2008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武装组织它这个连战连败，所以受到重挫。就12年的时候开始展开这一波和平协议签署的这个正式的谈判，那也很有趣。展开的地点是在古巴，为什么？我们待会再请教老师。然后到了这个前2天的时候，他们达成了协议，签署协议。接下来在这个星期日，他们要做一个公投，就是到底民众同不同意现在政府跟这个 FARC 这个组织所签署的这个公投？我就接着请教哈，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我们最惊人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数据，它是一个这么小的武装力量，只有1万多人，最多才2万人，那他怎么有能力、有办法跟哥伦比亚政府是一个4800万人的国家抵抗？而且时间我们看1964到现在长达半世纪以上，52年呢，老师。他这个哥伦比亚的人口是我们台湾的2倍，我们2340万，但是它的面积是台湾的100倍，所以说在这个游击队啊，它的控制地区主要是乡下山区啊，所以说政府军没有办法达到呢。或者我们讲所谓的游击队啊，就是说它游击队的定义啊，就是它要有掌控一定的这个地方，但我们政府军等于去扫荡。他们就走了，躲起来了。等政府军没有办法一直待到那走了，他们又回来。所以它主要控制地区虽然是很大，但是因为它的哥伦比亚面积很大，它主要是在丛林地区、乡村地区啊，在都市地区它倒没有，只是放个炸弹啊，或者做一个有限的攻击就走了。所以说哥伦比亚原来它的军队的还有这个警察的力量比较弱啊，所以说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可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它的贫富差距大，乡村地区啊，有的穷人多，失业问题啊是这个问题，所以它根本的问题是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所以说，它这个问题不解决，它这个游击队的存在啊，它就一直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的。老师，那这样的一个游击队，在过去半世纪以来，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哪些伤害？对他们，因为他这个游击队起来原来起源于他的这2个党啊，他们在拉丁美洲一直都有2个党，一个自由党，一个保守党的政争，所以就是左右。对，这个政争的左派政争，所以说造成了他这个大概民众的死亡大概有超过20万，对，还有700万人民的流离失所，而且他经常靠了绑架政客或绑架外国观光客等等来勒索赎金来。我看到连前总统的候选人都曾经被他们绑架。对，他那个最早就是他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被绑架。那他后来为什么在2002年哥伦比亚的总统武利贝啊，他为什么这么坚决的要清剿游击队？因为他爸爸就是被游击队杀害了。所以说哥伦比亚他就任以后又跟美国就是联合起来，有美国的援助。因为哥伦比亚它一个地理位置啊是蛮重要的，它在南美洲的最北边，对，就是它巴拿马以前是哥伦比亚的一省，因为要开运河，所以说它做独立，因为在美国鼓励下，对，因为我们知道1999年底。巴拿马运河区归还为巴拿马，是因为巴拿马运河区原来是美国的南方指挥部的所在地，所以美国南方指挥部就退到美国的本土迈阿密，就等于美国在国境之南呢，没有军事据点。那他借着跟这个哥伦比亚的合作，他一方面帮助他的军队现代化，他也使用他的军事基地因为他跟其他的南美国家大部分都是相处的。不太好，当然因为都差不多左翼政权，所以它也有一个这个原因。对，老师，那我们就很好奇说，刚才看到从这个2012年后面近期几年开始有想要和谈，当然跟这个新的总统上台有关系。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点，协议谈成了？50多年来大家都没有，也有人试着努力过，是有什么关键的机缘让这件事情可以促成吗？对，可是我们看他这个已经过了，他从1964年，我们看主持人刚刚那个资料，1964年到了已经过了50年。当初很多的领袖啊，他这个游击队虽然有理想的以后，年纪也大了，有的也差不多过世了。另外就是政府军呢，
大力清剿啊，用飞机啊轰炸啊等等啊，很多游击队的领袖啊也就是被炸死，然后受到了很大的伤亡。他原来2万人，后来差不多到2008那个时候，差不多只到了，估计差不多只到6、7千了。哦，少这么多。对，所以说他这个游击队一估计啊，因为他当初1980年代受了什么激励呢？1979年啊，尼加拉瓜桑地民主解放阵线推翻苏穆萨政权革命成功，在前面是1959年的古巴革命成功，所以说给他们造成一个就武装夺取政权很有希望。可是到了21世纪了，被大力清剿以后，他自己觉得武装夺权无望。第一个无望哈，第二个他就看后来这个到2008换总统以后，他知道原来的武力北啊。他这个是非常强硬的极右派，因为他父亲被他们杀了。对，那换上这个新总统的桑多斯，那他也是想到清剿了这么多，过了50年还没办法把它消灭，因为也很难啊，因为你在山区里、丛林里面，他也是，而且无辜百姓啊的伤亡太大。所以他也认为他在武力北前当总统的时候，他是国防部长，他委任他国防部负责这个行动，所以他在这个状况之下，一方面觉得他势力大减啊，然后觉得武装夺权无望啊，另一方面觉得几十年了也没办法把它清剿掉，这个也是时候啊该弄起来。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洲其实有好几个例子啊，我们刚刚讲到中美洲第一个。我们刚讲到尼加拉瓜桑地民主解放阵线1979年夺权成功，激励了萨瓦多马蒂民主解放阵线，也又开始。到了1992年呢，马蒂民主解放阵线跟萨瓦多政府签订和平协议。1992年是。那1996年呢，尼加拉瓜的全国革命联盟呢也跟这个政府签了那个和平协议的骨牌一张张的倒下。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很激励他们士气的，就是说后来萨瓦多的马蒂民主解放经由民主程序执政啊，现在的执政党是马蒂民主解放阵线已经第2任了，所以他觉得这是一条路，就是说放弃武装斗争，转为这个循由民主程序获取政权是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是个重点。刚好这一次我们看他们在谈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有一点争议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他们允诺让这个歌舞，我们简称歌舞，可能各有5席的这个席次，或许就是符合老师讲的，让它燃起一线生机。我纵使放弃了这个武装革命，可是我一样能够进到这政府里面。那除了这一点，究竟他们在和平协议谈还有哪一些关键议题？其实最重要的，当然除了他一些基本的议题，当然就是可能是土地改革啦，贫富不均啊，这个是基本议题。最重要问题就是怎么一个特色的问题。对，因为他这个游击队绑架，又是运送毒品、制造毒品这些罪行怎么办？而且当初杀了这么多人啊，不管是或者违反人权的事实，所以这个是最难的。但是因为我刚刚讲了，中美洲有几个例子也解决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可行。刚开始大家有点不信任大家互不信任，但是因为有好几个国家都已经他有潜力可以遵循了嘛，就应该所以说促进他后来能够2个。就是立场越来越接近。老师，我相信这样的谈判就是 give and take。那就这个状态来讲，究竟是歌舞让步的多，还是政府让步的多？其实我们在讲啊，最主要是一个政府立场的让步，因为歌舞啊，哥伦比亚革命军武装力量就是军队的意思啊，革命军。他现在目前还是被欧盟、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是，恐怖组织是罪犯，所以照理讲，你罪犯应该要被逮捕的，被受司法制裁的。对，所以你当初就是伍利贝总统，他前总统就没有办法这个放弃这个立场。对，所以说没有办法谈。到现在，伍利贝总统还极严的批评这个山斗，就是他认为这不可行，因为你怎么可以？当初一个罪犯绑架、勒索、杀人的，对，你给他到
在桌上来和平谈判呢，他又转换为合法政党，对，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杀人犯，对不对？一个犯罪集团，对。所以相较来讲，其实政府的让步算是对，所以说你在要经过公投英过，还有一些法律上的程序要跑，怎么来赦免这些罪行，这个是最重要。好，MC 夢上半場讓教授為你帶來按詳細嘅分析，到底撒下咧呢一件事情對哥倫比亞甚至對國家拉丁美洲來講，會帶來哪啲經濟效益？先看一下廣告之後，持續來關心。歡迎大家轉到討論的現場。這禮拜的關心的是哥倫比亞和平協議。楊老師，看上半場我們提到了很多這個背景，然後提到了很多這個歷史後，我們來看一個這個新的發展，就是9月26他們簽署了這個協議之後，我發現國際上是樂觀其成。比方說奧巴馬總統他就這個發了電文，然後教宗他也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進展。那當然除了這樣的樂觀的氣氛之外，老師也提到，其實和平協議的簽署就是簽字嘛，但你要怎麼落實、怎麼執行，接下來或許還會面對很多的問題。所以剛才我們提到那個特赦的問題之外，接下來還有哪一些不確定性是大家可能會比較憂慮的？其實它最大的問題不是在哥倫比亞的革命，因為哥倫比亞的這個游擊隊不止他一支，還有一個是民主解放軍。對，所以他民主解放軍才3月份才說要開始和談。所以說，他這個只是說跟他最大的這個哥倫比亞革命軍呢是和談的。那哥倫比亞革命軍，我們一般研究他的游擊隊，他的權力是採於集中式的領導。所以說，他這個領袖啊，簽名他說下令停火，一般來講是可以執行的。但是民主解放軍的呢，他那個就比較分權的，比較分散的，就是說比較很多小團體。所以說，可能未來的變數很大，就是還有很多人質被他們綁架了，還在他手裡。所以你這一點就說他這個歌舞，你講的哥倫比亞武裝革命，它不是代表整個游擊隊，所以說它只是一個大部分的了啊，就說重要的。但是現在每一個國家政府都希望能夠這次它一個最大的政績嘛，能夠達到解決半世紀以來的這個武裝衝突嘛，所以大家都是樂觀其成。當然我們當個國際社會的一員，當然也都要給予祝福啦，給予祝賀啊。老師有一點哈，剛才我們隱約的提到，其實政府軍在讓步的時候，他提出了一個這個訴求，就是讓他們有機會進到議會。這當然是如果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就說，如果一個武裝力量也能夠民主化，那對 Santos 來講當然是一個成就。可是我們必須要講，這是一個看似民主化的手段，但它所遂行的其實是一個不民主的程序。那這樣子難道不會有一些反效果或副作用嗎？這個是沒有辦法，只要你經由這個民主程序，就像當初我們在委內瑞拉看查韋斯政權一樣，美國拿他沒有辦法，因為他是經由民主程序的。是，就是薩瓦多的馬丁民主解放陣線在轉換為合法政黨以後，他第一次國會選舉就拿下1/3席位。所以說他這個讓他這個政權的一個合法化、政黨化，這個是世界潮流嘛，民主化的潮流。對。OK， 那從更高的規格來看，我不知道，尤其是老師在這個附近的國家待這麼久後，他們周圍幾個國家，我們看委內瑞拉、厄瓜多、巴拿馬，然後過去這段時間，他們跟哥倫比亞政府或是跟歌舞彼此的關係是什麼？他們在互動上有哪一些特別值得觀察的點？其實我們可以看啊。因為南美洲國家啊，在前陣子，因為在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失敗啊，所以說它都很多產生了很多左翼政權，不管厄瓜多啦、玻利維亞啦、巴西啊等等，其實他們意識形態是相近的。所以這一次為什麼它的和談地點選在古巴？對，就是這樣，因為他們互相信任嘛。你看他這次參加了。簽署典禮的時候，那個薩瓦多總統也去了，他也是對啊，委內瑞拉總統也在，對，那個
还有古巴的劳尔·卡斯特罗也在，反而其他国家，美国只是国务卿呢，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挪威，挪威因为他一直是同情这些左派国家，在世界和谈里面，挪威一直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萨尔瓦多和谈也是他主导的，所以说他这个有点，并不是人家说最近，但有人说这左翼政权好像是没落啊，其实这次看。在主导这次会谈，所有在场的都还是一个左翼政权国家。对。那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啊，其实我们老师提到古巴，我特别想要提这一点，就是美国跟古巴的关系也正在改善当中。你看这个固定航班的飞机也正式启动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哥伦比亚的关系也会因此更上一层楼嘛。那在这之前，他们两个的互动又是怎么样？其实啊。美国跟哥伦比亚的关系啊，是我们可以说，哥伦比亚是南美洲唯一一个跟美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唯一一个啊！而且哥伦比亚因为与美国因为这个关系密切，得罪了邻国所有的这个左翼国，所以美国一直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一直没有办法推动，就因为南美洲国家不配合。那美国在南美洲唯三个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就是哥伦比亚。秘鲁还有智利，其他国家都没办法推动，所以说，他这个我反而认为就是说，美国原来跟哥伦比亚的关系建立于共同的扫荡游击队，还有反毒。这个结束了以后，反而他可能还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对，可能面临这个问题。除了这个变数，我们不要忘了11月9号美国大选就要投票了。对。以往在民主跟共和两党跟哥伦比亚的互动上，有没有哪一个政党其实是比较密切？那接下来我们也还不晓得谁会执政，对于美哥的关系会有变化吗？应该大体上应该还不至于。美国的它有个美国的民主制度啊，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对，是，应该。可是，在目前的话，因为他在大选期间呢，因为他重大的政策，他不会做决定，因为还是要看后续的观察了啊。对。那除了美国之外，国际社会对于过去这半世纪以来他们的内战冲突跟歌舞的这个力量，国际社会曾经有付出过什么努力？国际社会是透过什么方式来关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讲啊，国际社会当然它都是乐观其成，但是我们不要又不能说介入内政，但又不能坐视旁观。对，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势啊，在这个应该是中国大陆我们关切的一个中国大陆。我们在21世纪啊，拉丁美洲啊，有一个哈佛大学这个教授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美国的影响力下降，是，而中国的大陆的影响力上升，因为美国因为2001年911事件以后，它的重心倾向于反恐，对，它忽视了这个拉丁美洲。可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大陆反而进入。我们可以看啊，哥伦比亚现在正在跟中国大陆谈自由贸易协定，是对，而且中国大陆是它第2大进口国，第3大出口国，对。所以说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哥伦比亚它在2011年跟墨西哥、智利、秘鲁成立一个太平洋联盟，拉丁美洲的太平洋联盟。它太平洋联盟的宗旨就是要跟亚洲发展关系，所以我们未来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层次提高一点啊。它现在这个区域整合啊，不仅是一个邻近国家的区域整合，它要区域外的整合，它发展跟亚洲的关系。那在这。我看韩国很早也跟他们签了这个 FDA， 对，所以说在拉丁美洲其他的国家，南美洲国家是比较保守的，就是拉丁美洲，但是靠太平洋岸这几个国家是比较经济政策比较开放的，而且是 APEC 的成员，因为我们智利啊、秘鲁啊跟墨西哥、哥伦比亚也积极的想加入，因为暂时我们 APEC 还不加入不接受新会员，所以它未来的关系我们可以看，不只是看它这个邻国，我们还要看它可能跟区域外的，可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的发展也值得我们关注，而且会对我们国家有直接的影响。OK， 老师，您讲到对我们的影响，那我们想来谈一谈，就是说，老师您刚才提到，你不觉得比方说从古巴跟美国的和谈，或是现在这个哥伦比亚跟这个歌舞的和谈，它不代表左派势力在拉美的这个步步逼退，
对，老师这么看。那现在这个公投，我们过2天的公投，外界都一致认为是一定会通过的，所以这件事情对整个拉美的局势可能有哪一些政治效应？其实这个拉美啊，它现在啊，因为它过去是长期是一个殖民地，对不对？所以说，一般我们在最早它被认为是一个边陲国家，所以它那个以前大家就认为它是提供它的天然资源。矿产啦、石油啦，然后接受我们进步国家的加工制造成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边陲的国家。但是经由这样的会吸引国际的目光以后，而且因为再加上我们世界上2大强国啊，中国大陆跟美国的竞争，可能是使美国更加重视它原来的它的邻国。因为拉丁美洲，我们一般来讲是美国的后院，它对美国的本土的安全的重要性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可以讲到从地缘政治再讲到，在美国的亚洲政策，因为跟中国在南海啦、在北韩问题这些问题冲突的话，也有是说可能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会加强，就你到我家来，我让人家去，就到跟你挖我墙角，我去你那边破坏，可能跟加勒比海国家这边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个整体的看啊，所以说它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说让拉丁美洲新的国际秩序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啊，也例如说金砖5国啊，巴西也在了，现在加上墨西哥啊。这个等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起来，可能让拉美在整个国际秩序里面的这个地位啊，做一个提升。最后一个问题哈，杨教授在外派拉美超过20年，现在拉美这些局势的转变，对于中华民国在拉美的外交布局，我们有哪些您觉得说可以特别注意的地方？其实我们是觉得这个，我们讲。我们在外交布局最重要的，我们是考虑到一个我们跟中国大陆，因为现在外交部说要裁外管，对，他说预算有限。那当然第一波我没有看到有拉美的国家，可是不会拉美最多是每个国家都大使馆不会裁了啊，他可能裁一些办事处、代表处，对。但是我们讲。